就阮二基埔花莲美仑营区再是树林台顶咧做灌安摩托工程，不过伫9点半左右，却传出应该放弃的意外，相对派10台车19个人员来救援，现场有2个人轻伤，4个人伤势较严重，拢送到病院治疗。美仑营区外原本开着的大门，随后关起来，会当看到广场后壁有大型架。去较远的所在看落去，远远有一座长咧兴建的树林台，也毋过外围型架明显倒去，外个起错，顶部的模板也规个起去。早起9点33分，消防队接到报案，有工人受困，紧急派出10车19人去抢救。都出来了吗？都出来了，都出来了。这位工人虽然意识清楚，也毋过脚腿骨头受伤，救护人员赶紧就医，工上探家紧急送医。很痛很痛。那也叫大哥。然后我们到达后，有9名工人遭压伤，有4名比较严重，有压伤及挫伤，然后另外2名是轻伤。根据消防队指出，应架管道大约3层楼悬，早起是咧进行树林台顶部灌浆工程时突然倒去。虽然工地外口搭着注意安全第一的标语，也毋过由于不幸发生工安意外。后续将依法依约要求专案管理公司及营造商按治安法接受相关单位调查，以厘清造案责任，另持续要求合约厂商落实各项风险管控作为。4个人伤势较严重，2个人轻伤，分送花莲部立主治门路顶病院治疗。花莲县社会处也表示，接到通报，会协助业主通报北区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受伤劳工必要协助。记者综合报道。